身体的部位。头壳可贵是脑力，脑是身躯的马达，思考创作项项目，若无使用就唔得，身体唔听伊管辖，就有问题真正力。鼻孔鼻连圆圆两道孔，互咱喘气入气房。鼻内有门隔红针，这是自然的鼻斑。孔内虽然有空空，气味可以来分辨。目睭乌乌圆圆两眼球，读册观察用目睭，保管物件伊看手，互咱骹手通自由。喙科定下喙唇食喙科，讲话食米有法度，随便讲话无管顾，惹好惹心真艰苦。骹两骹落落真铁骹，运动走表靠上骹，咱着走路上振动，唔通用骹来踢人。手照顾身躯靠上手，歹人攻击手来手，若是甲人相握手，表示两人先交流。摕米写字交做工，唔通用手来拍人。目牌洗伫透射袂两排，汗水才袂流落来，保护目睭免受害。目牌对咱无阻碍，就好家己取起来。